聖經哥林多後書2章15節，因為我們在神面前，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滅亡的人身上，都有基督馨香之氣。當我哋信咗耶穌基督之後，聖靈進入我哋嘅生命，改變咗我哋嘅生命。我哋應該係同以前唔同，即係人哋可以見到，點解呢個人嘅生命改變咗呢？原來佢信咗耶穌，呢個係帶住呢個基督嘅馨香之氣，讓人可以喺我哋嘅生命上能夠見到我哋生命嘅改變，佢哋都羨慕，願意嚟到去追問，點解你嘅生命可以改變？因為我哋認識咗耶穌，接受咗耶穌，唔係我可以改變，乃係信耶穌，聖靈改變咗我哋，讓基督嘅呢個見證能夠可以顯明出嚟，帶住基督馨香嘅氣，叫佢哋都能夠願意信耶穌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